拍开各式面册卖种业，竟然变成色情影片的平台。为这个月8号开始，每一天都发几支影片，让校方赶紧报警处理。那当下发现的时候，我们就报警。那在这过程里面呢，我们也持续来跟脸书来做检举。可是呢，脸书也有跟我们相关的人回复，好像是无关于所谓的色情，因为他没有达到漏点，只是说不雅。学校面册建立的时间真久，校方管理人员的款项也拢予刷走，无法度马上修改。事件发生了后，校方除了紧急伫网站顶面公布之外，同时嘛联络面册官方，建立新的卖种业。也毋过骇客为虾米会攻击各式卖种业？校方嘛无清楚。也不过家长有一块烦恼。不雅影片，其实第一个就杜绝小朋友去看嘛，第二个是学校这部分可能要请学校尽早处理，也不能怪学校，要怪那些盗用者，该拍给他多少钱？今天入侵的只是这个学校的脸书，如果哪一天入侵的是国防部的这个重要的内部资讯链接，那更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。不管是政府的官网或是学校的脸书，都应该要好好的来做好治安工作。台南市府表示，会跟中央来合作讨论，加强治安管理，建立及时的监管机制。警方嘛呼吁，莫黑白点来路不明的连接，才会当避免骇客攻击也是盗用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